阮的身上，阮就会当赢过所有一切的困难。你是主引带人的道路，人的心拍算家己的道路，但是上帝你引带阮的脚步。口中的言语出伫心思，但是是上帝你互人讲出来。所以，阮伫主的面前讲是，你来掌管阮所有的一切。主，阮的活命就会因为安尼来得到稳定。阮要感谢你，因为你阮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伫患难的日子，你享受阮稳定讲，阮会通呼求你，你的确就会引带阮。伫欢喜感恩的日子，主，阮会伫迄个所在，和阮的兄弟姊妹三个做伙欢喜感谢。你牵阮的手，你陪伴阮，你伫你的教会内底掌权，你赐恩伫你的正义路，互你的正义路每一位超找你的，拢对你得到平安，对你得到快乐，对你得到能力甲权柄。上帝，你是阮的主，永远的主。照顾人、引带人，要互人会通知影，家己本身只不过是人，但伫主的内面，阮甲你三连的时阵，阮就会当诚做上帝的儿女，阮会通有上帝国的权能，有上帝国的智慧，有上帝国的快乐。阮奔跑无野线，伫主的内面，阮要满满得到能力甲丰盛，会通行主你所欢喜的道路。叫阮一生的年日，诚做上帝你的欢喜。祝上帝你继续使我看顾引带阮每一位，引带阮每一个家庭，互家庭诚做祭坛，互服侍诚做阳光，互上帝你心内底所欢喜的，伫阮内面得到完全的成就。感谢主的听痛，感谢主的同在，感谢主所赐福一切稳定甲平安。现前，阮的感恩、学乐、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来今日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吼，好，谢谢。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主的恩典，顶礼拜这次会改选的结果，由文雄兄甲着苏曼杰当选新任的这次，愿上帝赐福带领教会同工一同侍奉，同心前行。第二，廖牧师将伫今仔日礼拜后，就是11月19至12月初一，甲着万国真光教会邱义杰牧师前往中国培训侍奉，敬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甲着出入行程祈祷。第三，11月25暗时7点至9点半，学生团契将伫教会1楼举办青年敬拜之夜，欢迎兄弟一同参加。第四，12月初4，礼拜六暗时7点半至9点半，伫教会1楼举办特别讲座，讲题是敲碎马雅各宣教的脚印，对欠缺中看见丰盛的7年旅程。讲员是张秀慈姐妹，敬邀兄弟一同参加。第五，12月24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受洗的请向牧者同工报名。第六，本会今年度圣诞活动，迄个表刊伫周报的第6页，敬请兄弟一同守望代祷，有备心，同心侍奉，并踊跃邀请亲友参加。第七，教会赠送2024年年度的月历，每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位赠送1本，请有需要的家庭伫主日崇拜后至招待道登记领取。补充报告：
以上报告。敬拜俄罗请敬拜团。平安，生的恩典，主有丰盛的恩典，阿门。阿门。伊带咱来到伊面前，佮庆祝咱有活命甲气息，会当来吟唱迄诗歌。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上帝，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要来孝念你为阮的牺牲，为阮所做的一切。咱请咱伫上帝的殿中，甲伫线上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来吟以色列的圣者。Show
是宝贵的耶稣，宝贵耶稣，何免问候？宝贵耶稣，何免问候？主，我的心下苦，我存着惊吓、尿尿带、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你的救赎弥赛亚，以色列的圣者。求你献白阮的祈祷，无论是目前中东的情势，无论是世界事事行行的这款的震动，求你献白阮的祈祷。心思、我的感情、我的意志、我的言语、甲行为，都免受圣灵的引带。求主圣灵我言语，予我讲话应用主，天天我讲好圣道，好因信息快传播。
这人是上帝所在捌的。若有人疼上帝，这人是上帝所在捌的。咱的祈祷，咱的心思意念行为，一切意志言语甲行为，拢在上帝拢知啦。你拢知，你拢知，你了解，每时阵你拢知，免痛苦。满腹来，相信上帝有大慈爱，必是上帝有同在，我的未来有安排。我的忧愁谁人知？无人通讲，无人了解，甲我在上帝有怜悯，阮的苦痛伊拢知，伊拢知，伊了解。时阵，你拢知，免痛苦满腹来，相信上帝有大慈爱，你是上帝有同在，我的未来有安排，你拢知，你了解，每时阵你拢知。免痛苦满腹来，相信上帝有大慈爱，为是上帝有同在，我的未来有安排，每是上帝拢同在，为是上帝有同在，我的未来有安排。Amen。咱的一生终身的代志，拢伫上帝遐里。咱知道信靠伊，行伊所为咱准备的道路，因为上帝的路是最美最善。我们用华语来唱这首歌《上帝的路》。上帝的路最美，我虽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令我想紧紧。
祷，互咱的心智降服伫主面前，来为着家己祈祷，讲主啊，我们一生行你的上水、上美善的路啊，来祈祷。主啊，这是我一生的选择，这是我一生所竞选的福分，伫上帝面前行这条永远我的道路，是一条又个新又个我的道路。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受竞选，入到上帝的圣会，为着要受栽种伫上帝的道，要来成长结果子献予上帝。互阮的信主的人，喙中是满了喜乐的果子，来结出仁义的果子献予你。这条路是你所竞选，也是阮幸福愿意行的路。因为你予阮智慧，你予阮决心，一生来跟对来行道。上帝的路真美，我虽不明了，为何要找10年，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令我向前进，永远顺服信靠，慈悲服上帝。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你，为你能引导。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你，为你能引导。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你，为你能引导。上帝的路，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你，为你能引导。上帝的路最美，上帝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你，为你能引导。耶和华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的疼痛甲慈爱。人生的路途坎坎坷坷，有关山，有深谷，有落雨的日子，也有温暖的日头。你是主引带人行公义的道路，是为着你的名，要互你的百姓认捌你。经历你，对你来得到福气甲平安。你是主，知影阮所需要的一切。你是上帝，创造管理万项物，照着时阵赏赐予人，赏赐予所有一切活物，互因对你得到满足。感谢主你的疼痛，对着幼年一直到现此时。你稳定的手，牵阮行人生的路，过去照顾，即马引带，将来也要继续赐福伫阮的年日，因为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帮赞阮。你是要我年世的上帝，你引带阮伫基督内面。赢过四围的受得，互敬畏你的人拢得欢喜。感谢主，因为你的名宝贝至圣，也互相信你的人倚靠伫你实果下面。主继续帮咱引带阮，
互阮领受恩典，分享见证恩典，甲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互阮甲因，因甲阮，同享受上帝你对人的疼痛照顾，直到万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心来上读，主教是咱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继续要来读上帝话，启应文第47篇，我启下这用，学的时阵三角来上读。毋通为性命忧虑，食什么，啉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外面无赢过啉食吗？身体无较赢衣裳吗？恁看，迄天顶的飞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住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要搁养饲伊。恁看遐个天顶的飞鸟，合的时候来。恁无比飞鸟贵重了搁较济吗？恁想野地内面的百合花，怎样生长起来？伊也无落苦，也无芳势。总是我甲恁讲，就是所罗门结樱花的时阵，伊所穿戴的也袂堪得这花一蕊呢。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物件拢要交互恁了。所以毋通为明仔载忧虑，因为明日就有明日的忧虑，一日的工作一天就当到夜了。阿门。阿门。下面时间请廖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来咱看者，正道的题目是，求你解开你的话语。阿门。咱的音控同工哦，来，甲咱的兄弟姊妹甲翕一下特写咧，紧。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咱即马有360度的迄个摄影机啊，所以哦爱好好啊甲使用咧，嘿，啊无拢安尼无用着，就介可惜。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伊有永远的疼痛。邀化上帝应允人伫地面上，会当通过所有的经历来认捌伊的疼痛、伊的祝福，甲伊真实的同在。伊是上帝永活的主，伊看顾世间人，毋那是敢若和伤心艰苦的人相甲做伙，也和遐好野富足的人相甲做伙。伊引带青迷人的脚步，也互变碎的人会通伫活命当中经历伊的信息甲伊的同在，因为伊是主，伊有一生对咱的一生有上水的引带甲安排，所以咱会通安尼欢欢喜喜讲，主是帮助我的，人会当甲我安怎呢？咱的日子该看的是。迄个内心的水，迄个内心的水是对上帝的信心所来的，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感谢伊。有真侪人讲，牧师我读圣经啊，读无啥会清楚啊。古早牧师嘛读无啥会清楚，其实牧会30几年来啊，读圣经嘛是阁袂清楚。哦，啊了后的时阵，有人就甲我讲，吼，牧师你安尼。遮谦虚，我甲伊讲，毋是谦虚。我甲你讲，我困60年啊吼，逐工拢阁足爱困，所以拢爱阁困，安尼知无？人生内底有真侪代志，毋是久就会晓啊，一定是透过学习，
透过每一日对上帝的经历，咱才有法度更较深来认捌上帝的疼痛。就亲像谭督者牧师娘甲咱做伙分享的，一个人若认捌上帝，上帝也认捌伊，对着伊就有永远的疼痛。咱若认捌上帝，咱的人生就会那稳定，毋是风平浪静，是伫所有的患难当中，你的脚步悠远坚固。咱搁再一届三角阿头来祈祷，祝愿仰望你的疼痛，伫这个神圣的时刻，阮搁再一届恳求爸上帝，照着你的应允成就伫阮的当中，就是让真理的圣灵来运行充满伫阮的内面。圣灵啊，独你会当引带人进入上帝话语的富足、丰盛、甲满稳定的原意。所以，阮恳求你引带阮，主耶稣，愿你伫爸上帝的正边，继续为阮祈祷恳求，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有受教者的指头，会通明白，会通听上帝你的话，并且照着去行，通互上帝你应允的祝福，就亲像你应允亚伯拉罕的祝福，每一项拢实现了。感谢主，听阮的恳求，成就你的稳定甲疼痛，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三角做伙献开周报第4面，咱三角做伙来读诗篇119篇，咱要读2段的所在。周报第4面，咱三角做伙来上读，请。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便为有福；遵守伊的法度，一心敲找伊的，这个人便为有福。这个人无做非义的代志，但遵行伊的道。耶和华，你捌将你的训词吩咐阮，为要互阮殷勤遵守。但愿我诚实坚定，得你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无抵到见效。我为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用正直的心称谢你。我要守你的律例，求你总无放杀我。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透开，就发出亮光，互戆人通达。我开喙来气喘，因为我较无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亲像你素常款待遐听你的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互我的脚步稳当，毋准什么罪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面光照别人，又搁将你的律例教示我。我的目屎流落青河。因为因无守你的律法。圣经伫这个所在，写诗的人讲：主上帝啊，你的言语一个透开，就发出亮光，互愚妄的人通达。上帝的话，某一个时阵，伊真正是锁掉的。圣经内底有一寡人，因亲自去经验到上帝的话语锁掉的。亚利米伫迄个所在。看到上帝的话，但是伊读袂明，伊毋知影要安怎样啊来解说遐言语，所以伊的话语是锁掉的。以赛亚嘛捌经过这个经历，了上帝啊对着一个先知甲伊讲：你甲即个物件食落，伫你的口中会真甜，但是落去到腹内会足苦，所以伊食真正亲像上帝所讲的。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阵。伫遐呢有一寡言语，有一个罐伫迄个所在，无人会当拍开，伊就艰苦，伊就伫迄个所在，毋知要安怎样啊。天使就甲伊讲，有一位就是犹大的狮，万王的王耶稣基督，伊会当将到迄个言语甲伊透开。主耶稣伫地面上的时阵，也安尼甲人讲：恁这话是封条的，总是恁伫这个所在爱。我会求爸上帝将圣灵册来，
安尼靠着圣灵，恁就会人明白遐话语。所以读圣经，读会未明白是正常的，但是嘛是无正常的，就是因为咱无有邀请圣灵来透开迄个言语，所以咱就会读未明白。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讲，求你透开你的话语，安尼我就袂成做动妄的人，我就袂成做无光的人，我就无伫到伫黑暗当中。黑暗毋是看，毋是安尼暗去，毋是黑暗是日头落山，毋是黑暗是毋知影头前的路，毋知影继续要安怎做，迄叫做黑暗。咱毋知影要对倒位去，迄叫做黑暗。所以圣经甲咱讲，上帝求你透开你的话语，安尼就互我无搁再孤戇，我会当行正面的路站。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伫主的面前，的确着爱安尼来学习，来向前行。这张图你毋知有安尼看到无？你有看到这个字安尼吼？这是希伯来文。啊，你看的是这两张图其实是同款的，只是一个放倒头栽，安尼是这个倒头栽，还是这个倒头栽？正面这个倒头栽，看起来较倒面倒头栽，正面倒头栽。其实咱看较正对无？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吼，较在对无？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字较在对无？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字袂是安怎，拢徛无调对无？安尼看的时阵字继续在，毋过其实无像你讲的，安尼才是对的。我互你看下一张，这就是伊的字啊。我互你看，伊原本的来是伫遮，这就是诗篇119篇有无？安尼才是对的有无？这才是对的，这两边拢是对的，就是安尼才是对的啦。好，所以你来看吼，这吼希伯来话吼，伊老古早的老希伯来话吼，是世界上水的言语。伊的言语内底吼无垃圾字。啥物叫做无垃圾字吼？咱咧讲骂咧讲骂的时阵吼，会骂出一寡无好听的话。但是伫这当中呢，伊无有垃圾字，伊所组成的字内底神圣个圣洁。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这是吼，伊你了解看，这是伊的第一个字，或者阿勒夫贝塔基梅尔达勒特嘿，阮古早就是安尼背，哦安尼，阿勒夫贝塔基梅尔达勒特嘿。你看这个字吼，啊，等下的时阵，你看咱周报第4面遐吼，今日读的，这就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母，吼，啊，了后时阵，诗篇119篇吼，其实总啊共啊吼，这是希伯来诗的字母啦吼，拢共一个是7个3721，所以伊总共有22个字母。了诗篇119篇吼，你有甲伊看无？伊有做乐长有无？吼，乐长吼，全世界上介长的176节的款。吼，啊，伊是安怎会安176节呢？伊吼即款写的诗，或者离合诗、离合诗，就是字母诗啦。伊第一个字吼，第一个字母写8节。第二个字母嘛写8节，119篇是所有的字母拢对字母开始，吼啊来写诗，安尼的时阵啊，拢一个字母拢写8节，总共有22个字母，一个字母写8节，所以有176安尼，所以这是希伯来诗的特色。所以呢，你若看这个时阵，咱中文看袂出来。但是哦，咱看迄落时阵，你斟酌家看有无？这就是阿勒夫，啊，过来这有无？贝勒特，到第16节的时阵，就变做基梅尔，有无？所以1、2、3、4、5、6、7、8、
第9节就换8套，1、2、3、4、5、6、7、8有16节，过来就是换几秒，1、2、3一直落去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看诗的时阵吼，袂当吼用咱的想法去看。看诗有几种方法，诗爱用啥？感情读，爱用感性去读，爱用想象的，爱用图画去读。华人内底自细汉无定，你嘛捌背过即个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哦，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你看起来的时阵哦，真你若想迄个图画会意境真水。床前明月光，哦，月娘照落来，月娘光光了，照到地面上，亲像有一盏霜。哦，一来看起来就是大概伫秋天的时阵。但是有一个囡仔吼，伊就真白目，伊就讲老师啊，我看迄李白哦，一定啊，那毋是白来讲，就是老花眼，对无？那毋是白来讲，就是老花眼啊。所以伊就讲啥？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迄个看到毋是啊。所以你看诗的时阵，袂当用理性去解读迄个诗，是用你的意境去明白、去了解迄个诗，来想出迄个图画，了你就会感觉迄个物件会水。所以读诗篇的时阵，会记哩，圣经内底有真济上帝的话，对创世纪开始了后，一直落来，也阁有真济这事迹记录。遐事迹记录内底，只要若是出现诗的形式、诗歌的形式，咱就斟酌迄个所在。迄个所在特别要表达的，就是上帝的高情、上帝的疼痛。上帝期待，所以若是出现诗的形式的时阵，拢是咧讲上帝用着绝对的感情咧和咱沟通。所以写诗篇的时阵，咱一定要有这款的理念，安尼读诗篇才读会入味，才读会入骨，才读会入去到伫骨髓内底。所以这个诗是用安尼来读的。那么今仔日，咱对诗篇119篇内底，咱大概来明白，上帝的话是活命的根源，人是照着上帝的话去行去做，就证明咱和上帝的关系。咱来伫当中斟酌上帝的话语是遐尼啊确定，但是伊的作为却是遐尼啊奇妙。总是有的时阵，咱会离开上帝。但是，咱若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呼求，上帝的确也要伫迄个所在应允咱。对着英语内底，或者是对着希伯来文内底，其实伊来甲咱讲的，第一则讲，咱对着119篇内底讲，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有福气；遵守伊法度，一心操碎伊的人，这个人有福气。咱是甲物件大先放伫头前。做啥物货了后，咱得到福气。但是希伯来文甲英语拢毋是安尼。英语照着希伯来翻译的时阵是讲有福啊，有福气啊，啊福啊！你知无？伊是大声讲福气啦，福气啥物货？福气毋是明仔载开啦，今仔日甲你乌便便啊，毋是。伊就讲福气啊，所以迄个是呼召人来讲。来呀，有一个福气，什么福气呢？就讲咱若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福气啦，什么？遵守伊的法度，一心操碎伊。这两句话其实是同款的，叫做平行诗。两句话的意思是同款的，只是安怎强调去甲伊踏起哩。就亲希伯来人真容易用这个话，幸哉幸哉幸哉。一个字就讲3解就好啊。咱华人毋是，咱是讲好，搁较好，上好。但是因咧讲的时阵，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讲神圣的上帝，真神圣的上帝，上界神圣的上帝。但是伊敢若用圣哉圣哉圣哉，安尼就讲了，爱听我的意思吗？所以希伯来人因用这两句话咧讲，写诗的人咧讲是讲啥？有福气。尊敬耶和华上帝的话，有福气，你若真心来操碎。亲爱兄弟姊妹，得到福气，毋是你拍拼啥物货，得到福气是认捌耶和华上帝。你的人生就会行
真济的冤枉路。你的人生所得到的，都袂互撒旦甲咱抢夺去。所以，上帝的话语是活命的源头，行为完全一直这个所在讲这个代志。你看，对第1节到第4节，你斟酌安尼甲伊看，拢讲尊敬耶和华上帝，这人有福气，了有福气，有福气，伊无做啥物代志，伊无做啥物代志。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伊所要强调的，毋是你做啥物代志，伊所要强调的，毋是你做啥物代志，伊所要强调的是尊敬。4节的经文内底出现4摆，遵守尊敬，所以毋是你做啥物代志，是上帝甲你讲，你做啥物代志，你应该安怎样行，迄才是咱得到福气、恩典上界重要的源头。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带2个员工呢，做位去一个私人的海岛，非常水的海岛，了伫迄个所在，来度假。董事长带着这2个顶悬原级的同工，了伫当中，总是去到遐的时阵董事长佮一寡代志嘛是虽然带因去度假，所以安怎样嘛是共款伫迄个所在。咧继续办公，了这个总经理有一天的时阵就伫迄个所在咧切刀切一个的时阵迄个刀怎冲一团烟出来，其中就有一个新鲜走出来。迄个新鲜就甲伊讲，你甲我安尼撸咧互我对刀内底安尼走出来，所以我完成恁3个人，一个人一个愿望。这总经理就足欢喜啊！我无爱办公啊，我即摆要转来我无爱甲阮董事长做伙，收一日就碰见你啊！就马上无好，副总的足欢喜我想讲安尼，我总经理走安尼伊嘛要紧走所以伊就怎啊讲我要和阮总经理共款离开这个所在，马上离开，就收一个走我就去了即摆剩董事长伫遐办公，这个新鲜就甲伊问讲，你的愿望是要啥？伊就无紧无慢，我的愿望就是叫因2个即马马上转来，咻，就转来安尼。所以毋是你咧拍算啥，咱的人生毋是咱咧拍算啥，咱爱定定去思念，定定来想，上帝你爱我做啥？尊敬上帝的话，这是咱人生上界重要迄一部分。尊敬就是上帝安怎讲，我就安怎行，我安怎做。你知影圣经内底有一个约伯，面对着伊的太太甲伊的朋友，因伫个所在讲，你着爱做安怎，爱做安怎，上帝就袂甲你安怎，袂甲你安怎，就会甲你安怎，会甲你安怎。因用着功德论，伊的朋友伫个所在甲伊讲。你一定是无做啥物，无做啥物货，但是约伯讲，毋是。既然上帝吩咐我，我拢有去尊敬去做。所以我伫无尽头的这个艰苦内底，我犹原会当踊跃徛伫上帝面前讲：上帝啊，我无做毋对代志。这是约伯会当徛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上帝，你吩咐我。我拢有去行，所以我无做毋对代志。我虽然伫病痛当中，我犹原相信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一定会给我一个道理。约伯用坚定的信心见证了上帝的信心。第二，咱若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你就会伫迄个所在经历，照着去做，其实就是咧证明恁的关系。第5节讲，我先做代志，坚定你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无抵到见效。我学你的公义判语，就要用正直的心称谢你。我要守你的律例，求你总无放杀我。像咱的话名内底，斟酌伊讲，我要守你的律例，求你总无放杀我。凭什么人
会当求上帝讲，求你毋通放杀我。亲爱兄弟姊妹，望着咱的良心来讲，究竟咱的日子内底，对着礼拜，顶礼拜到今仔日，咱做了偌济互上帝伤心艰苦的代志，咱有甲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生命浪费掉伊无？进前讲的时阵，我含人开讲，我就甲伊讲，有时啊吼，我也感觉讲吼，做一个牧师人吼，安尼，原来抑阁是真挑战。读圣经吼，写讲章，吼，那感觉呢半点钟吼，真正尔久安尼呢。了后伊就讲吼，牧师我咧讲啊吼，若你迄久吼，无比我较久。吼，我咧背手机啊，背吼，啊，那背2点钟去啊啦！现在兄弟姊妹2点钟呢，你一工就干咱12间2点钟尔。你知影背手机啊，头壳吼运转爱非常的紧。你若要困进前背手机啊吼，理性的吼一定困袂好势，啊无就是会高眠梦，因为你的头壳吼抑搁咧整理遐物件，所以困袂入眠。所以讲吼，牧师你请为我祈祷，我已经吼手机啊甲我绑架去啊，绑架台湾话要安怎讲？绑架。啊，反正你就是去互伊绑去啊，互手机啊，甲你捆绑，甲咱捆绑去。所以，迄就是和手机啊产生关系。但是，迄是一种，今仔日更重要是啥物货？咱要怎样去证明咱和上帝的关系？今仔日伫咱的活命内底，就是安尼。主耶稣甲咱讲一个代志，讲啥？我甲恁做了模范，叫恁照我所甲恁讲的去做。我实实在甲恁讲，奴仆袂当大伫主人。如果主人都拢安尼做啊，你奴仆哪有可能无安尼做？安尼你就毋是奴仆啊，安尼你就是比主人更较主人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就讲一个代志，讲今仔日伫你的活命内底，咱听趁啥物人的话去做，咱就会得到迄个福气。啥物款的福气？人伫任何人伫什么事上来遵守上帝的法则，上帝就会伫什么事上来赏赐，互迄个人有权柄。礼拜五阴暗的时阵，咱教会咱台南府城有伫民族路来民族路顶咧教会举行一个敬拜伫府城的这个特别聚会。这聚会内底呢，有一个叫做李碧利牧师。伊讲啊，伊过去的时阵，伫乌道内底欠人7000几万，4000几万，谢谢。了后来欠人4000几万的时阵哦，了伊信主耶稣啊，伊就想讲要安怎还这个钱。那以前伫乌道的时阵吼，迄钱吼要来真紧啊，都拢非法的啊。但是即马吼爱学正经的方法来还钱。所以就甲上帝祈祷，了后时阵啊，伊讲伊对1/10开始奉献，到伫尾手的时阵啊，伊对2/2、3/10、4/10，伊讲哦，是安怎会安尼做呢？伊讲哦，我若是吼伫即当中，上帝讲你实行1/1的奉献，我就为你拍开天顶的一个窗啊，变福气互你。所以讲哦，上帝安尼，我即马奉献1/10，安尼甲我拍开4个窗啊。安尼拼4倍福气互我，伊讲伊对4000万已经还2000几万啊嘛，对。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我，咱伫什么事上遵守上帝的法则，上帝就伫迄个事上，互咱有迄个权柄来治理、来引带。圣经内底应允咱这样代志，是上帝的确是安尼。上帝话语确定，总是伊的作为确实奇妙。继续伊安尼伫迄个所在呢，伊继续伫遐尼来讲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来坚守。你的言语一透开就发出亮光，互愚妄人通达。
我的嘴闭开就会喘气喘，因为我切无你的命令。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呢？这个话其实是亲像狗，你知影？狗若是走偏旁，走了真凶的时阵啊，伊就安那，伊就安尼，伊就是讲啥呢？上帝，我追赶你的话语，我要掠掉你的话语，我要捉掉你的话语。我为着捉到你的话语，要做啥物货？我要捉你的话语，通好互当中，互上帝你奇妙的祝福临到伫我的身上。牧师等下国语堂讲到了的时阵，特别赶高铁了的时阵，也感谢稍微传道要载牧师去高铁站。其实这个行程原本是伫9月的时阵就爱出门，但是呢，如今即马11月来，迄一届的时阵吼，来了一个风台或者海葵，了迄个风台来的时阵吼，结果的时阵风台无飞，这个飞机就无飞，取消了。我就感觉有淡薄仔懊恼，但是进前风台来的进前2天，我就感觉喙齿了了咧疼。我本来想讲去阮姐因兜甲摕一寡止疼药来食就好。结果我因为风台飞机无飞，所以我就拜一就去看齿科。齿科医生看到我的时阵，就甲我讲：牧师啊，你这毋是疼一天吼。我就甲伊讲疼2-3天的。伊讲你这若阁无来看吼，真有可能会害了安怎变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吼，你的生命都有可能会有危险。伊就甲我讲哦，加在你无出门去，你最近敢有要去倒位？我甲伊讲有呢，要去中国。伊讲加在你无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应允甲你照顾，甲你保守。不但是安尼，就是迄一届的时阵啊无去，但是呢，韩国一个牧师伫遐呢含青岛的所在人到迄个培训班甲因讲，敢有法度有人会当含我调无？就是讲，伊就韩国的牧师开迄个所在甲伊讲，因为伊11月的时阵无法度去，敢有法度有啥物人会当含伊做伙调？你有发现无？就是我无去，结果伊去，即摆伊去了，伊袂当去的，都换我去。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话语安怎样确定？上帝话，上帝伊安怎讲，伊就会安怎成就。是上帝咧调度风台的。我敢有法度甲风台挡掉咧？无法度。是上帝有风台来。你看讲吼，有够衰，安尼的时阵，佫袂当去。结果我想讲，迄机票安尼的时阵，我毋知安那赔偿。尾来的时阵哦，迄旅行社甲讲，牧师啊，安尼啦，就是吼，阮甲你代办费100块，剩的钱拢会退行李安尼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法度奇妙。有一届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德国和苏联伫迄个所在相战。了的时阵吼，伫迄所在遐，伫遐呢。这个德国，因为伊阵啊是侵略国嘛，轴心国，所以伊真一直拍。伊阵啊苏联抑个是算或者啥物话，轴心国了同盟国，所以苏联咱若讲用咱的话来讲哦，用电视剧来讲哦，一个好人，一个或者歹人啊。德国就是或者歹人啦，苏联就是或者好人安尼。结果时阵哦，因一直拍，拍甲已经吼要到苏联的上界内底啊！迄个时阵吼，正伫差不多秋天尔。但是因伫迄个时阵吼，苏联的人因毋知要怎样来对抗德国，所以沙皇啊，皇帝哈，就伫迄个所在甲因讲啊，全国禁止祈祷，全国禁止祈祷。结果伫迄一届的时阵，当德国要继续拍来的时阵，雄一天内底啊，落了大雪，秋天的时阵落大雪，落到尾手的时阵哦，德国人无法度搁向前，
后壁的补给线补袂起来，所以已经拍甲剩无偌远，已经拍要甲入去苏联内底的时阵，全部德国军人死伫路面的比战死的搁较济，结果德国全部拢总倒退路。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话语确定，所以你会记，上帝毋是干那管理你的代志，管理我的代志。上帝的权能掌管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所以你莫烦恼。圣经伫这个所在应允咱讲，上帝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遵守你的言语，一个偷开，我较无你的言语，我较无你的命令。上帝是你做代志有你的时阵，毋是我会当命令你的，并且你斟酌来看。当咱翻头来、回头来看上帝作为的时阵，咱就会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手咧牵咱行人生的路。上界靠近的上帝的人，毋是遐掠做家己是一个好人的人，是遐怎样谦卑、反悔、靠近上帝的罪人。就亲像彼得同款，伊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安尼，所以上帝会当录用伊。上界歹悔改的人是啥物人？是遐严重做歹的歹人，毋是遐严重做歹的歹人，是遐我靠家己讲，我就是好人，我无需要上帝。这个人，这个人伊永远会伫家己的自义内底，切断了上帝所赏赐的恩典。顶礼拜牧师有甲各位分享过去。一个做歹的人，因若看到家己的歹，会晓倒转来超找上帝，安尼伊的人生要有愿望。但是一个行好的人，拒绝上帝，将其落尾，伊就会伫家己的自义内底，伫伊家己的骄傲内底来灭无失丧去。所以，咱爱定定去想。今仔日上帝带我到这个地步，上帝要互我学习什么款功课？上帝要互我对这当中经历伊什么货？上帝啊，你爱我做什么货？上帝话语确定，但是伊的时间绝对袂迟到。伊照着伊的时阵做关系万国的代志，因为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拢是伊创造，君王是借着伊徛位，万百姓也是对伊来得到满足。对安尼，圣经诗篇的作者讲：上帝啊，求你回头来看我。第132节讲：求你转恩我、怜悯我，亲像你素常款待遐爱你的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互我的骹步稳当。无用阮什么罪孽来辖制我，求你叫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你的面光照别人，又搁将你的律例教示我。亲爱兄弟姊妹，是安怎诗篇的人，伊伫这个所在讲，求你转向我，用你的面来光照我呢？那安尼表示啥？上帝是安怎？伊的面无看咱嘛？所以毋才会讲啥，求你转向我，用面来光照我。其实这篇内底来甲咱讲，咱爱真斟酌注意这样代志，来上帝讲主啊，互我会当明白你所要讲的话。你要强力来读圣经，每一届读圣经的进程来恳求上帝启示你，因带你，互你真明白上帝你到底要我讲什么话。今仔日。咱爱伫上帝话命内底做一个代志，伫这个上帝来转向咱的时阵，伊是安怎伫这个所在讲，表示咱安怎样？咱的面大声活离开上帝。上帝亲像路加福音第15章迄个所在，有无？迄个所在内底，迄个爸爸逐工伫迄个所在等待伊。一个问题是啥？是安怎？咱若斟酌。读旧约圣经的时阵，你会明白，上帝看到人
做歹的时阵，伊就会安怎样？一声吐气。那的时代，上帝看到人所行尽拢是歹，人所想的尽拢是歹，上帝就后悔。什么是后悔？后悔就是吐气。上帝讲：果然亲像我所想的同款。所以上帝头就淡碎入去。这就是上帝无搁再用伊的面光照咱。这人原本看到伊所创造的人，原本有上帝的形象，照着上帝的心意管理万项物。翁婿是翁婿，太太是太太，后生查某囝会晓孝敬父母。上帝看见一切拢总是好。但是当人开始无安尼行、无安尼做的时阵，上帝就一声吐气，哪会安尼？所以伊头会淡碎落去。上帝淡碎落去的时阵，表示对咱的艰苦心。总是伫这个艰苦心的时阵，上帝诗篇的人写诗篇的人讲：上帝啊，求你越我用你的面来光照我。这个意思是啥？是上帝啊，我今仔日要倒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上帝啊，求你拜托你抬头甲我看一下好无？拜托你抬头甲我看一下好无？昨日拜五的时阵啊，拜五的时阵哦，阮和牧师娘毋是去迄民族路长老教会参加敬拜伫府城。了敬拜伫府城是有一个天使，或者立约的天使。立约的天使哦，爱就是和耶稣基督同齐做伙立约啦吼。啊了，伊就伫个所在吼，每一个人拢送伊一支玫瑰花啦。啊了，送伊一支玫瑰花的时阵吼，啊了，迄啥，就迄个人迄个主持的同工吼，就伫个所在讲。来，你举着这个玫瑰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要爱你，我甲我终身归予你。啊，我就甲主耶稣讲了，我就回头甲牧师娘讲：牧师娘，我爱你。了后时啊，伊就讲，甲头举起来，看我，甲我讲，知？咱和上帝爱安尼，看着上帝甲上帝讲。唔好凊彩安尼含含糊糊，啊，就甲伊撸过去。求上帝越面光照咱，毋是上帝无爱插咱。真侪时阵，咱无读圣经，但是咱爱强力读圣经，并且伫每一摆读圣经的时阵，恳求圣灵来引带咱。主耶稣讲，真理的圣灵来，恁就会明白真理，就会进入真理的自由甲丰盛。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明白上帝的启示，互咱真正明白上帝到底咧咱讲什么话。若较无的时阵，咱就是咧读以色列人的故事，但是上帝毋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尔，上帝是全世界的上帝。伊怎样以色列人讲话，伊同款的对咱讲话。有的时阵伫咱的画面内底，咱会袂明白。未明白是因为咱交陪伤过少。有的时阵牧师娘吼，只要甲我说一个目色的时阵吼，我就知影我应该爱做啥。你敢会知？你毋知吗？我甲你说一个目色，牧师娘嘛知影伊要做啥货。你爱和上帝的灵爱练到这个地步，你就会发现你的画面会有真大的开展。第二部分，咱爱读一寡信仰前辈的作品，借着这信仰前辈对上帝的经历、甲上帝对话、甲上帝相应，因伫信仰内底怎样伫迄个所在亮，互迄个信仰亲像锁啊，甲因绑条链，感觉是限制。但是当因伫迄个所在明白上帝话语的时阵，因就会伫迄个所在知影这是上帝的旨意。和上帝伫迄个所在相应，感觉伊互上帝甲伊绑条咧。上界出名的就是啥？雅各。雅各伊伫迄个所在，感觉我就是靠我家己
来行人生的道路，我就是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爱，一直爱，一直抢。上帝伫迄个所在，互天使还没小恩的时阵，甚至伊的困难赢过天使的困难。若要用体力来比的时阵，我想讲哦，雅各伫迄阵啊，伫旷野哦，饲羊啊，迄14年嘛锻炼到哦，规个身躯哦，拢肌肉，拢无肥的就对啊，拢肌肉，遮胸坎啊，可能6地啊、8地拢总走出来安尼啊，有法度演赢哦天使。但是终其落尾呢，天使伫伊的大腿改边迄个所在遐，甲伊摸一个，雅各安怎？就变做败卡，人搁较敖，若毋是上帝无出手，人搁较敖，犹原是软弱。上帝只要出一个手，我搁较勇，就会变做软弱。天狗这个病菌，也是新冠肺炎的病菌，伊敢有介大只？细细只尔。目睭看得看袂到，但是就甲咱弄甲七角八笑。所以伫这所在讲，咱去体会、去经历，对着这信仰的前辈，因伫迄个信仰的过程，和上帝对话、相演，伫迄个所在要挣脱上帝对着伊的捆绑，终其落尾，你会发现。上帝毋是一个咱空嘴无子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上帝。今日咱唱诗歌，迄首台语的诗歌讲啥？伊你拢知，你拢了解，将着咱的心思甲上帝讲，上帝伊对你的活命。会有上水的引带甲安排，你的未来是伫伊的手中。咱若是愈对伊来行，你就会愈经历伊的同在。了，你要尊叹上帝的话去行。当你尊叹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和上帝的话绝对是安怎？一定会有一段时期是完全无共款的。咱的想法是一直要掠，但是主耶稣讲，你着爱有互人的，着要有互你的，和咱的价值观是安怎？完全无共款的，是离开的。你若无伫生活内底去尊敬上帝的话，你着袂拄到这个问题。但是共款颠倒变过来讲，你若无拄到这个问题，表示你也无啥物。和上帝话安怎尊敬，无啥尊敬上帝话，这是一个危机啊！就是咱的日子过了真平顺啊，咱过了真好势。我乃得爱奉献1/10啦，我免奉献1/10啦。我1/10摕起来开好，毋是该摔拍吗？是安那，我得爱奉献1/10。所以你的人生过了真好，但是你若要尊敬1/10的时阵，你安怎？一定开始有挑战嘛？咱一定开始有挑战啊！是安怎？安尼，咱就会发现，伫这当中，迄个上帝话语甲咱活命当中的挑战，上帝讲要甲天顶的福气变互咱，咱就绝对经历袂到。有个人会讲哦，牧师无，我跟你讲，其实人我嘛过了真好。你斟酌来看，圣经讲啥样？咱得爱斟酌看遐无甲上帝三甲行的人，你看因终其落尾结局是啥？又搁斟酌看遐和上帝三甲同行的人，因终其落尾得到的祝福是啥？亲爱兄弟姊妹。信仰一定会伫咱的活命内底带出挑战，因为伊是出自上帝神性的权能，甲咱的罪性一定是无共款的。安尼，咱要怎样去听叹上帝的话语来行，通互咱会通得到迄个真正的祝福，照上帝的话去行去做，咱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寡。
距离，那我做的，甲上帝所讲的有一寡无共款，但是你着甲做看卖，看你是要相信家己，还是要相信上帝？你甲伊经验几摆啊？相信家己的结果会较好，还是相信上帝的结果会较好？你甲经验几摆啊？你拢无去经验，你拢无去经验，咱愈无经验，咱就愈袂认捌上帝。但是每一届伫迄个信仰的落差当中，迄个距离内底，咱会去经验到上帝。甚至有的时阵，咱嘛会怀疑上帝。但是爱勉强家己，坚持对上帝话语的信仰，长期落尾，咱一定会看到上帝作为甲伊的信心。伊绝对、绝对、绝对为你负责到底，因为伊是真，所以伊就袂当假；因为伊是信实，所以伊就袂当违背家己。头前咱讲的，你伫什么事上遵守上帝的规矩，上帝就伫什么事上赏赐互你迄个权柄甲开力。人因为尊敬上帝的话语来活着，蒙福气，会赢过苦难，会有强盛的活命力，会有强盛的活命力。迄个活命力会互你赢过苦难，伫上界困难的环境当中，永远会当靠主坚强。所以，毋是平顺的日子，乃是伫逐样的困境、逐样的患难内底，咱会当有上帝通倚靠，并且赢过迄个苦难。今仔日你看到真济国家，你今仔日你看到世界遮尔啊济的震动危险，你莫过头烦恼。你今仔日看到蓝白拖。蓝白河变做蓝白拖，你也看到青色要变做白色，要变做黑色，我嘛唔知。你唔通烦恼。迄一天我看到建基遐大一个啥物人，柯信良是啥物人？结果时阵伊讲伊要去支持柯 P 有无？柯中信，你讲要知你嘛安那？迄建基遐介古早拢介支持伊的呢？即摆发现讲嘛是安尼。我要甲各位讲的，毋是讲建基遐毋对，我要甲各位讲的是啥物货？世间的人足容易变来变去，廖牧师嘛足好变来变去的。今仔日伫遮下晡，等下就要走去南京，安尼有后变无？足够变的嘛。我要甲各位讲的一样代志，咱一定要牵调上帝，上帝才是咱永远的依靠。世界毋是君王咧治理，圣经真清楚甲咱讲啥物代志。君王是借着耶和华来坐伊的位的，所以你爱倚靠的是上帝，爱祈祷的是上帝。上帝恳求你帮助阮，伫这个时阵，阮应该怎样更较明白你的话语，互阮会通对着倚靠人越头倒转来倚靠你，借着祈祷，借着教会的权柄来治理台湾这个土地。借着属灵的能力来引带台湾这个土地。昨自由时报的时阵看一个物件，自由时报我看到迄个物件，我嘛看到真有意思。自由时报啦毋知昨做哩看伫，看个伫头版的第一版写啥？习近平冒号没有攻台的计划，安尼听无？暂时顶习大哥讲啥？讲很主席无想要拍台湾，安尼听无？自由时报看的呢？自由时报对习大大是足有想法的人呢。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各位讲，上帝会当阻挡德国，上帝永远就有法度阻挡哈马斯。上帝有法度阻挡哈马斯，上帝永远有法度阻挡中国。介重要的是，咱有倚靠上帝无？就伫起头119篇迄个所在开始讲的，有福气啊！什么福气？尊敬上帝的法度，超出耶和华的律法，伊会带予你活命的强胜力。借着遵守上帝的话语，你照着上讲的，你就会是属相，因为迄是一个关系的证明。一时间咱不一定会当马上明白上帝的作为。
但伫信心当中，你继续坚持。当你回头来看过去的日子的时阵，你会发现，拢是上帝稳定的手，牵你行过人生的路。对安尼，互咱当有一个祈祷讲，上帝求你帮助我，互我更较侪认捌你，更较深经历你，直到我会当甲我家己完全奉献予你。迄就是我人生上界大的安全感甲平安。三甲码头来祈祷，主上帝恳求你透开你的话语，亲爱的圣灵，恳求帮助阮，互我每一届咧读圣经的时阵，阮就是会当安静伫你的面前。圣灵啊，帮助阮，甲阮对着手机的捆绑内底救出来。互阮会通用时间来读上帝的话，互阮会通伫圣灵的帮助内底明白进入上帝应允的内面，通叫阮的年日充满上帝话命的能力，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领受迄个赢过苦难的生命力。迄个会当处理问题的能力，迄个伫基督内面有属天的智慧来解决所有一切困难，因为这一切拢是对你所来。互阮明白你的话语，当你的话语向阮透开的时阵，阮就会通带出属天的权柄，互阮伫这个地面上做你阳光的见证，也透过迄个见证，互人看到阮所相信的上帝。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今仔日有咱感谢主吼，温娟姐的妹妹吼，甲妹婿吼，今日来到咱当中，来咱欢迎因吼，来拍手，感谢主吼，得回来吼，感谢主，谢谢。啊，请坐，谢谢。还有其他新来兄弟无？感谢主，求主帮助咱，无需搁再一届邀请各位，真正邀请诚心邀请各位，一定要认真读圣经。你读圣经绝对是对你的活命带来丰丰富富的祝福。上帝的话会赢过，会抵过你所有的忧伤、烦恼甲忧愁。上帝的话会予你对苦难中带出活命的能力，就亲像壁角内底吼，犹原会当生出一张青啊来，你知无？上帝活命的能力赢过一切。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做伙来奉献。如果上帝将一切赏赐予咱，也予咱用感恩的心，甲上帝讲：主，我将我家己献予你，愿你来路用我。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家己。上帝又阁是弥赛亚，耶稣和平君王，我要跪落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的王。我要跪落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君王。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家己。上帝又阁是弥赛亚，耶稣和平君王。我要跪落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的王。我要跪落
拜你，我心宝贵耶稣和平的路，我要归路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的王，我要归路来敬拜你，我心宝贵耶稣和平的宝贵耶稣，宝贵耶稣和平君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因着伊的疼痛，互圣灵运行充满伫你的心内底，互你愿意顺从伊的话语来行，互你殷勤读圣经，读会明白，来养持你的灵魂，互你的灵魂勇行起来，互你的肉体，因为你灵魂的勇行，也因为安尼肉体健康起来。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互你全然成圣，佮愿伊的快乐伫你的内面，互你会通做伊所欢喜的代志，借着你活命的福势，见证上帝的同在，也将着人带到上帝的救恩内面。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伊，愿平安稳定甲疼痛，济佮较济加添伫你甲你厝内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